一、比賽，公認比賽。二、병學，병學係聽人轉播卡。三、唱，唱歌兒。四、出了，人比寫唔錯，就得用出了出。五、發，發一種圖，發出來。六、教室，變數教室而認真。七、校長，佢對主任一路做到校長。八、歌兒，你唱嘅係乜嘅歌兒？一條歌兒當好聽。九、故事，一隻故事當感人。十、功課，當日都有功課要寫。11、學會，學法，佢嘅學會講到真好。12、學校，私立學校。13、學生兒，俺都嘅學生兒。14、染筆，日記染筆。15、Q 兒，總得啲教室讀得 Q 兒。16、開學，下禮拜日要開學咧。17、聊，下禮拜六去請你聊好麼？幾個人要去哪聊？好聊一下咧，冇做為看快睇。